为这个土地，咱来更加来诚心来祈祷。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传递遍照。为这个社市，愿强被困求。愿主赐我命，好愿骨肉得救。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心骨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得正。愿恩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得正。愿恩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得正。愿恩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愿上帝恩望，愿恩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所接，咱要来用圣诗248首，咱来做伙来吟这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你叫我为永远尊重。主我上帝之光之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一代面对。受你奇妙所做，尊贵高严袂毁。你的公义冠冕伟大，我要讲起予人拢知，因要保佑主。恩惠，你有恩惠到黎明，无快想起主爱不尽，是阮知因一切受造，因心感谢，因嘴阿乐，咱就用心感谢。因心感谢，因嘴阿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掌管阮生命、宇宙万美大自在。你是全能的上帝，是阮的天父。我们伫你面前恬静恭敬。你献上
阮的学乐甲感谢，因为宇宙万物以及人类，拢是对你创造，佮因为你是永远活伫地的上帝，对阮是了无限恩典的天父，佮你的大慈悲，找独生圣囝来世间，甘愿受苦牺牲，拯救阮。阮学乐感谢你，听阮的祷音，上帝，阮要敬拜尊重你，向你献上阮对你的听、敬畏、甲感恩、学乐。你所做一切，包括你伫世界甲伫阮生命所做的，愿你帮助阮每一日心内充满学乐甲感恩，通实现你对阮呼召的目的，来荣耀你，帮助阮伫你的话甲应允的中间，相信你是慈爱、良善，阁有大能力的，帮助阮相信你在运行应允阮的祈求，使阮信心相信阮还未看见的事，甲所想事一切应允。阮学乐感谢你，听阮的天父上帝啊，求你将阮生命中任何的罪恶，因为圣神的开力显明出来，互阮坦然无惊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也帮助阮常存悔改的心，离开罪甲有血，倒转归向你。阮的主耶稣，求你加持阮，着怎样祈祷，替人祈祷，帮助阮，为明白什么时阵，着把握时间，伫什么所在，为阮的家庭、亲人、工作、健康、人际关系、信仰、服侍来祈祷，互阮为照你的旨意。用主上帝你的圣神开力来做祈祷，也互阮做一个补破起来的人，用听实现真理，带来你的祝福。主啊，阮若有辜负主恩典的，求你赦免。慈悲的主上帝，恳求你使阮坚固富强教会。无论兄弟姊妹大甲细，同工中级牧者，大家拢同心志、心火热，做伙向你对阮显明的意向，伫即所在来兴起你的圣会。愿主使阮勇壮拿军兵，温群为主做工，尽忠尽职。用光你，也求主上帝保守阮大家有基督耶稣听的扶持，得到圣神照顾，安稳自在。主医治的恩典也临到伫白听，心灵艰苦，烦恼陪同担，面对生活侪困境、挑战的兄弟中间，听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保守台湾疫情日日减少，求主继续保守阮，为紧紧来恢复实体的聚会甲敬拜，互阮恢复早日的正常生活。恳求主圣神引带你受恩的百姓，无论东西南北，万民拢受恩典，互阮同心合意，三甲来敬拜。也永远为甲主结连，恳求早起2场的礼拜，愿主的灵充满降临，伫大人的心，感化阮众人，领受你真理活命话。愿谦卑祈祷甲感谢，阮也学习主教示阮的祈祷文，要做伙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地里亲像伫天里，
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求你阿路，听我祈祷，你的家人谦卑求托，我那所求，合你旨意，我的应允，愿出主庇。阿门。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23章第14节到16节。第二位是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到第10节。咱做伙同心来共读上帝话。大卫踮伫旷野的位所，常常伫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逐日找伊，总是上帝无将大卫交伫伊的手。大卫知扫罗已经出来，在孝想伊的性命。迄时，大卫伫西弗的旷野，踮伫树林内。扫罗的囝用拿单起誓，去迄个树林内见大卫。互伊靠上帝来建国。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到第10节。不过，阮是土做的器躯，内面有宝贝，要表示迄个至大的能力是属伫上帝，毋是对阮出来。阮常常拄着逐款困难，毋过无屈服；拄着绝境，毋过无绝望。受着分别，毋过无受放杀；受拍倒，毋过无抵到死。阮不时带耶稣的死伫阮为死的身躯，互耶稣的活命嘛通伫阮的心上显明。感谢主，愿主经过咱，通过伊的话，重新得到开力。下面咱请雅音圣歌队通过雅音来献诗。在天上的父，感谢发自我内心深处，你保守领我走过寂寞和无助，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明了我一切的苦楚，你看顾领我走过崎岖的人生路。没有别的名字像你一样，完全赦免我的过犯。没有别的名字像你一样，永远到永远完全的神，拥有权柄、荣耀、尊贵和能力，我承受你万有主宰。
各位兄弟姊妹，咱现在犹原搁伫疫情的即个居家防疫的中间，咱嘛真期待即个疫情紧紧会当安尼降级，也是讲咱会当恢复正常的活动。总是咱大家拢知影，即个对去年到现今，即个疫情对咱全世界。无论是各层面，拢产生真正大改变。伫这大改变中间，咱活伫这个时空的限制，咱的确都爱超找到对上帝来得到的快乐。这个快乐，让他才通有迄个信心甲能力，通超越这个逆境。牧师今仔日要用这个主题，突破逆境的能力。来甲咱三甲学习圣经，互咱什么款美好的指引甲教示。未分享以前，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疼惜、你的鼓励、你的保守、你的应允，互阮伫即个前途不明的中间有主通倚靠，互阮有一个信心的交托。当阮面临到这个疫情的挑战的时，主，我要求你通过圣经，互阮美好的指导甲教示，有重新再起的快乐。当阮通过你的话要三个学习，愿主你亲自来保守、引带、圣神伫阮中间，互阮经历到上帝你美好的指导。
感谢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除了共同面对的疫情以外，真侪社会学家、真侪专家，拢咧甲咱提起着咱今仔日所面对当前的逆境。这个逆境是真侪层面的。对咱台湾来讲，咱伫这个新冠的疫情要继续无停起起落落，有时安有时松。咱台湾过去500多天，短短1年外，就感觉慢慢要放松无拍算，搁一个爆发，就非常的严重。直到2个月后，咱慢慢才搁恢复信心，讲是毋是咱台湾会当搁恢复到迄个以前伫疫情中犹原会当自由的生活。搁较毋免讲，咱逐个人，好亲像咱本身无去感染着，咱生活健康嘛拢正常，毋过咱的身心灵拢受到影响。因为咱看到新闻的报道，咱看到侪咱的同胞染疫、艰苦受关，受到隔离，甚至死失。咱看见这医护人员遐尼着磨，流规身躯的汗，在做这个救灾的工作，咱的心嘛拢毋甘。搁较毋免讲，整个疫情引起的这个台湾这个产业的大失败。大失败意思是讲，有个人伫这个灾难甲疫情的中间，因为伊有创意，所以呢，因的生意颠倒赚大钱。但是大部分做生意的、大部分做事业的、大部分伫咧经营这个产业的，拢大大受到影响。有时起，有时落，这个拢是咱伫今仔日所面对这个逆境中间，咱所需要诚实去面对这个挑战。伫顶日呢，牧师有看过一篇文章，伊分析了真好，就是这个潘老玉霞牧师伊伫这个网络内底所发表的。伊讲伫这年的中间，疫情、经济搁抗旱，足侪天灾人祸错接对台湾伫遮来攻击咱。媒体嘛咧形容讲，咱这代叫做疫情的世代啦吼。这伫这个疫情受寒受风，囡仔细汉都爱挂口罩，咱毋通了做讲安尼伊无代志哦，对伊的心灵拢有影响。所以有人研究讲，特别是迄个叫做多灾多难的中间呢，囡仔伫恐慌甲无确定的中间来长大。对因有影响，所以有人甲称呼讲，这代台湾的新冠世代，伊的成长的关键字啦吼，大部拢讲到革新吼。对2000年以后，咱有10外冬久吼，咱台湾的一般员工的薪资是无增加的，资产是减少的吼。这对于少年人的成长。因的心理一定有影响，经济停止，无什么变动，搁包括天灾人祸，大概是这段时间的写照。有人分析讲，社会无稳定，会累积因的挫败甲创伤，加强迄个脆弱感。意思讲，好像就足惊无胆，毋知要安怎就好。毋过我嘛看见另外一种的说明是相对的啦，吼，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伫这个拄着侪灾难中间成长的少年人，因较务实。意思讲无亲像安尼较早伫父母的保护中安尼无忧无虑无烦恼啦。即马这个世代，因看到较准，知影讲，若无拍拼。随时互这个社会淘汰去，所以顶日我看到杂志一篇文章安尼讲，伊讲今年拄好是叫做新冠的毕业生，咱拢知影，顶个月全台湾的大学，逐间大学包括新学院毕业
拢袂当参加实际的毕业典礼，讲叫做新冠毕业生。这代毕业生呢，哇，听起来感觉讲哦，真正因有真特殊的遭遇呢。伊若照这个年过甲伊算吼，今年的新冠的大学毕业生吼，因就是伫92迄年出世的。哇，遐尼少为咱回顾，回顾这21、2冬，咱经历过甚物款？好像过去啊，但是遐创伤拢留伫咱中间。所以因出世伫92，毕业伫新冠疫情，中间有甚物代志呢？有咱的迄个经济大风暴，有 SARS， 嘛阁有八八水灾，嘛阁有侪这个伤害，这个侪咱所面临着的挑战，是世界性的。也是拢咱台湾所拄着的，所以苦难世代的少年人，因面临什么？哇！突然间毕业啊，无公司要请伊，无头路。因想要读册，煞疫情的关系无收学生，所以因到底是安怎？自认失败吗？还是转去厝呢，互爸爸饲呢？当然，这有两种的发展。一种可能是真正安尼，伊毋知要哪做；总是另外一种，伊知影讲，哇，这代志来啊，拄着啊，我若无好好准备吼，惊了无人帮助我所以呢，因就开始学应变所以这篇的文章来表达讲，因有可能拄着真多的困难，有真多的这个灾害，但是呢，可能伊会正做一个有爆发力的一代啦。意思讲哇，大项拢真大安尼发展出来，因为因已经学习会晓应变，伫迄艰难中成长的囡仔，因应变较变巧较好。但是话，毋知你到底所看的是失败的一代呢，还是应变有新的开力的一代呢？这拢是咱要看见这新的一代的学生、青年人，咱对因的期待。所以专家咧甲咱提醒，今仔日个世代面临着更较侪瘟疫、大自然的灾害，甚至叫做气候的难民，这侪威胁。但是即位，咱毋是坐伫遐讲哇，今仔日这项来啊，明仔载迄项来啊，那到底咱要安怎？无可能坐伫遐嗨餐，安尼就会过日啊。特别咱基督徒面临着这侪咱无法度预料的挑战的时阵，咱更较有备心，用智慧来面对。咱就是爱靠信仰来培养着突破逆境的能力，甲咱的勇气。今日咱读的第一段经文，就是引用着大卫。大卫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啦，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伊打战赢哥利亚那定，看起来是安尼少年英雄，毋过因为扫罗王嫉妒大卫的能力，开始陷害来追杀伊。因为大卫伊尊敬扫罗是上帝所高立的王，所以就四过闪，四过避，毋敢用伊的武力，还是讲用伊的实力甲伊拼。所以无愿意来反抗、来回击、来伤害伊的。他伫这经节的中间，咱拄则读的这段，就是讲伊四过刀闪，但是呢，其中有一句就是23篇的16节讲，颠倒是扫罗这个王的囝约拿单起身啦，讲去树那来看大卫，有一句话讲，互伊靠上帝来坚固。人拄着安尼无顺事，甚至有死亡威胁的时阵，这个好朋友约拿单讲叫伊来靠上帝来坚固，毋通用人的这个家己的这个血气的力要对抗，是靠上帝来得到帮助。那在诗篇的中间有真侪篇，在写起着大卫面临着对敌的攻击，甚至死亡的威胁的时阵，伊的心境。我有经几节，咱看
大笔面对着苦难时，伊的心境是甚物？64篇的第1节到第5节，伊讲：上帝啊，我埋怨的时，求你听我的声，求你保护我的性命，免惊对敌的陷害。第2节，求你将我砍捌，互我脱离邪恶的人的阴谋，脱离最歹的人的计谋。因磨因的指，亲像磨刀；因用恶毒的话做剑的瞄准，埋伏要射无辜的人。因忽然射伊，手嘛无掣；因参详歹计谋，暗中设计，张罗网讲，啥人会看见咱？这是诗篇这段诗篇有注明讲。大笔在逃难的时阵所写的一个心境啦，吼，这个心境安尼。他对伫实际撒母耳上卷所记载，大笔伫还未做王进前，侪的磨难，上帝予伊好亲像毋是一个受抹油哇，搁拍赢哥利亚哦，风风光光就起来做王，毋是。大笔所面临到的是，甚至头前的阳光还未出来，就先面对死亡的威胁。所以咱能看见大笔因为这款的操练，伊后来会当成做一个互人所欣赏，也是讲敬畏的这个王，也是属灵方面的这个模样。毋是讲伊逐项拢做啊足好，是因为伊经过灾难苦难的时阵。伊找到倚靠主耶和华的办法，所以伫这篇的诗篇的第10节尾仔节，伊找到倚靠的气力甲源头。伊讲：义人会因为上主来欢喜，嘛会倚靠伊得到安全。所有心正直的人，拢会称赞伊。伊到尾家己认定讲。若要用我的计谋，用我的气力来甲扫罗王拼，有可能嘛袂输啦。啊，毋过伊到尾知影，伊无要对着上帝高我的王，所以伊讲义人的意思是讲，我爱照起工做，照礼数来做，照伦理规矩来做，我毋是要用我人的步数来对抗。啊，这是伊对家己的种认定，讲义人会因为上主来欢喜。嘛会倚靠伊得到安全，伊若是做正直，上帝就要保护。另外，伫诗篇31篇的第4节讲：人暗中设罗网要网我，求你救我发离，因为你是我的堡垒。人有真多的计谋陷害、陷坑，但是求上帝救我，因为上帝是我的堡垒。诗篇119篇第110节讲。歹人设罗网要害我，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哇！伫这拄着危难的中间、挑战的中间、伤害的中间，讲我嘛无偏离。安尼表示一个人无因为家己的境遇安怎，就离开上帝。这是大笔家己的原则。诗篇140篇第9节讲：求你保护我，免陷落因为着我设的罗网。求你保护我，以及歹人的圈套。求你保护我，遐尼小话，大笔后来会当做一个以色列伟大的君王，毋是伊知识、能力，逐项拢比人较好。这个人是伊个人的一个安尼个人的一个标准，吼，伊家己一个个人的这个条件，但是伊是经历着危险、挑战。对死，伫困难的中间，倚靠上帝所得到的信心。因为安尼，咱看见讲，现在这个以色列就是对大笔传落来这个国家是上帝的选民。但以色列呢，因有真强的迄个复原力啊，意思是拄着灾难、拄着困难，无一安尼就倒落去，无就切落去，无。所以呢，以色列呢，因常常拄着生存生死存亡的灭族的处境。咱看见出来及记，
埃及甲法老来追杀，因差不多就要灭无伫即个红海的中间。但以斯帖记嘛记载着，即个哈曼图谋要诛灭犹太民族，并且有真侪摆大流散的经历。这大流散的经历就是讲啊，互人驱逐就对啦，等于亡国去啊，四界互人掠来掠去，啊，像是掠去巴比伦啦、亚述帝国啦，啊，来去，这民族，亲像伫历史中互人算断吼，毋知几摆啦。迄有的民族若拄着一届，就消失去啊。毋过，即个以色列民族对有历史记载，就是遐尼多，甚至到近代的20世纪，600万的犹太人来丧失性命。迄个灾难吼，比咱所会当理解的济甲算袂了。也毋过，伫70年前，以色列佫重新建国，这嘛是互人称呼是一个现代的奇迹。因为因本身无国土，因本身人民百姓吼四散伫世界各角落，竟然最后会当建国。啊，因伫这70年的中间，因各领域的发展是公认世界公认真杰出，啊，互人感觉讲哇，目睭光起来就对。因为因伫艰苦困难的环境中间，有真大的创造力啊，甲爆发力。啊，所以有人甲称呼讲，这就是一种特质啊，叫做复原力 （resilience），就是讲，哇，啊，都倒落去啊，随个爬起来，啊，随个涌起来安尼。啊，所以有人咧分析讲，经历着重大的灾难，啊，迄个重大的指标就是复原力。咱的生命，咱人的生命嘛是共款，就是安尼经过困难、灾害、冲击等等，你的恢复力有够无？你的韧性有够无？你的复原力有够无？这是咧看见咱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人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伊的迄个韧力有够无？遐尼滋味，这就是咱所要敲出的。有时咱看去讲，有真侪好的例，像日本吼。嘛是一个复原力足强的国家。因10年前经过3.11大地震，印象真深是有的所在路拢断去啊，有的所在迄个河的堤防拢无去啊，有的厝拢倒了啊，有的城市吼根本路拢袂通啊。啊，毋过遮的日本人无居伫路边咧哭咧，因无伫迄个所在讲啊，这啥我惨啊，啊无命，毋是。因就是马上恢复着因的复原力，路拍通，铺点啊加堤防甲起来，厝甲整理的，哇，过无偌久，这个社区原来是破烂，重新阁恢复起来，互人感觉讲哇，迄真大的一个印象就对了。日本人有一个特性吼，因的民族性就是足爱清气的，任何环境拢爱保持清气。伫都市是安尼，你若去庄脚佚佗吼，日本人嘛是整理甲清气就对。我有看见一个历史的记载，互人嘛感觉讲真不可思议啦。日本人伫二次大战的时阵拍输嘛，投降吼，啊，所以因其中就是住伫台湾的日本人必须要搬转去，互人遣散转去日本安尼。啊，因这日本人所住的，伫咱台湾各位的厝，必须嘛都要离开。啊，咱进前有站拢看到迄日本厝吼，拢是迄个时代留落来。迄阵历史记载讲，这日本人都拍输啊，足失志啊，佮互这台湾人吼，甲伊辱骂，甲伊欺负，看起来是吼，安尼毋知要倒去走就对啦。但是听讲吼。足多这日本人要离开因家己住的厝的时阵，毋是粪扫啦、哩哩扣扣的拢甲澹落，啊拼甲有诶无诶，讲因就是甲伊整理甲清气，整理甲清气。虽然无要去住，所有诶粪扫垃圾，所有诶剩诶物件送人，会当卖，剩诶就是留一间清气诶厝来离开安尼。啊，这是表示日本人因家己训练好。因为因嘛是一个多灾害的国家就对啦吼，甚至呢，你看因偌勇敢，佫无
无几日就要举办迄个东京奥运会。啊，因都已经足侪人感染着，因嘛是毋惊咧，真正要甲办落去啦。因为因知影讲要退缩，啊要躲闪，倒不如我就是勇敢面对安尼。有困难做伙来解决。啊，这是一个有复原力的国家的一种特色安尼。另外一个最近的咧嘛是真有意思吼，英国伫7月11顶礼拜举办欧洲国家杯的脚球冠军赛。7月11是冠军比赛，啊，事实呢，伫进前的一个月，伫欧洲足侪国、足侪城市拢已经办过，拢超过万人的脚球赛。啊，那对咱台湾人看未过，讲啊，明明都即个染疫遐严重啊，你哪咧办这？啊，我看见一篇文章讲事实因就是讲，既然即个疫情无法度人封闭，我就是勇敢要来面对就对啦。啊，所以伫顶礼拜英国举办即个国家杯的欧洲国家杯，原来是2020年要办的，拖到现在2021年才办，拢总6万人入去。啊嘛无挂口罩，啊因感染嘛够足多呢，比咱台湾伫去年到现今所有感染的人数更较济，但是因感觉讲久久袂着顶啊，规气甲拼落去。我想伊个的心态甲咱台湾人的感觉无相共，因为因安怎呢？因决心要用疫情来挑战，政府甲人民无想讲啊清零才是上好的啦，因就是要勇敢发展因生命的斗志，要正面来迎战这间的观念是差足多当然这毋是有风险无咱毋知，但是伊就是讲坦然要面对，啊这是国家杯啊，足多宣传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是对这的种种，无论国家也好，人民也好，到底你是行一个安尼怎拍倒去，怎消失去，还是你？拍倒阁爬起来，拍倒阁愈毋惊，拍起手骨颠倒用，是毋是款的人？所以有面对新冠疫情所拄到迄个压力，也是抵抗力的调查啊，有人调查犹太人伫以色列的境界有一款差异就对啦，伫信仰上有差异就表示白住伫即个环境条件拢共款。因咱知以色列境内有犹太人，啊嘛有信即个回教的阿拉伯人，啊因做调查讲，同款环境的下面，以色列内的阿拉伯人，因的苦难程度较悬，意思讲啊，拄着这海产啦，拢无气力，无元气啦。因讲复原力甲伊的迄个福利的水平较低，安尼表示啥物呢？白伫以色列这个国家内底，以色列人因为因相信上帝的保守，所以呢，复原力足强。但是遐阿拉伯人因为因信的是回教，虽然共信一个上帝，但是呢，因迄个对信仰的态度无共款，也引起无共款的这个调查。所以兄弟姊妹，伫遮牧师要甲咱三甲勉励，咱伫宝贝放伫下气内底。哥林多后书的4章70到10节讲，不过阮是土造的器具，内面有宝贝，要表示迄个至大的能力是属伫上帝，毋是对出伫阮。阮是土造的器具，毋过内面有宝贝，是要表示即个大能力毋是我家己的，是上帝的。即句话。因为即个土造的灰器还是讲下器啊，宝贝，迄个印象互咱真深啦伊安怎写呢？伊讲，阮常常拄着逐款困难，毋过无屈服；拄着绝境，毋过无绝望；受着困迫，毋过无受放杀；受拍倒，毋过无抵到死。虽然安尼，毋过我袂安怎；虽然安尼，毋过无安怎。兄弟姊妹，你有看见这段经文，互咱的一个提醒无？伊讲，阮不是带耶稣的死伫阮为死的身躯，
互耶稣的活命嘛，通伫我的心上来显明。即个经文，互咱有真大的学习啦吼。什么意思呢？伊甲咱提醒讲，基督徒心上吼，咱是足平凡的下去，下去就是讲啊下吼，咱迄下死过等土边的无路用的，啊是讲无价值就对啦。但是咱却是心上你即个足唔上目的身躯内面有一个宝贝，即个宝贝是上帝无限的能力，安尼伊的贵气才伫遮。即个无限的能力，毋是靠你家己的啦，就是代表伊毋是靠家己的能力，伊知影讲伊的心上有上帝的能力，即个无限的无上的能力啊，这属上帝，毋是属伫咱。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搁复习这段经文，即个无上的能力，互咱安怎？4章8节讲，阮常常拄着逐款困难，毋过无屈服；拄着绝境，毋过无绝望；受着困迫，毋过无受放杀；受拍倒，毋过无抵到死。哇！人讲亲像不倒翁咧，拍落去，就搁爬起来；切落去，又搁惊起来。兄弟姊妹，你敢是即款的溃烂吗？即款溃烂靠你的血气有法度吗？请会记得，讲是伫因为你即个心上迄个看毋上目的邪气内底，有迄个宝贝伫咧，有即个宝贝伫咱心上。所以，即个宝贝是啥物？第10节甲咱讲，即个超越突破困境的能力。4章10节讲，阮不时带着耶稣的死伫阮会死的身躯。咱即个会死的身躯是无价值啊，因为时间到就归途啊。但是耶稣的死就是要代替咱即个无价值的死。耶稣的死是大大恩典，因为伊代替咱迄个罪，然后耶稣基督的活要互咱伫心上显明。换一句来讲，你的恢复力，你的突破逆境的能力，你的迄个复原力，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的帮助伫你心上偌济。当你的邪气内底的宝贝有显露出来，你的信心、你的气力、你的精英就要恢复起来。有两段经文由原则讲起着即个复原力啊，甲主的保护。愿咱常常因为透过灵修祈祷，知影即款的力有上帝的同在。以赛亚43章1节到3节的A讲：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啦，迄个造成你的安尼讲，你毋使惊，因为我救赎你，我要叫你的名招你，你是我的。意思讲，我是创造你的，你都毋通惊，因为我要救赎你。圣经阁描述讲，你对水中经过，我的确甲你三合伫地；你经过江河，水的确无淹没你；你对水中行过去，的确无受烧，火焰也无倒伫你的身上。这段话是毋是甲咱拄则所读的即个经文有真类似的所在？保罗所讲的迄段话，因为圣经安尼应允讲，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的，你的救主。因为我是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所以你无论经过伫水中，也是经过火，拢无受着苦。这是耶和华对咱的应允。哥林多后书的1章第10节到第11节，也安尼讲：伊有救阮脱离死的危险，嘛会继续救阮。阮仰望伊将来会阁救阮，有脱离危险、脱离死的危险，伊要继续救咱。11节，恁嘛着用祈祷来帮助阮，安尼就有真侪人会因为阮对恁真侪祈祷得到祝福来感谢上帝。兄弟姊妹，咱通过这经文，无论是代笔，伊导咱的心境，倚靠上帝。对伫这个以色列国家，因经过做苦难，重新恢复的困难。
对伫保罗先生伊家己所经历到伫危险中侪苦难，伊阁重新再起，拢互咱学习到一个兄弟姊妹，靠咱家己真正能力有限，真正是尽力弱，总是但是靠主，咱会得到一个完全新的改变，咱有迄个突破逆境的能力。最后，需要招咱做伙学习，咱来操练专心倚靠上帝，就亲像大卫倚靠上帝，保罗倚靠上帝，来得到生命的保护。咱爱仰望着基督的保护的遮坎，因为拄则咱有讲，因为带着身躯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死就是代表耶稣的保护，耶稣的保体伫咱即个卑微的邪气的内底，咱就要战赢撒旦的计谋。咱嘛要照着圣神的管辖，因为咱若带着耶稣的死，是代表咱嘛带着耶稣所应允的圣神伫咱正人的中间。所以你时时操练甲主的关系，伫困境的中间，毋是看到迄个苦难，是看到耶稣的拯救、耶稣的应允、耶稣的保护的开力，借着圣神来领受迄个属地上帝，咱讲迄个无上的能力。兄弟姊妹，宝贝伫你的心上，你有用到无？宝贝伫你的心上，要供应你所有的开力。愿上帝将这款的开力放伫咱每一人的心中。兄弟姊妹，我真期待咱会后咱有时间会当继续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嘛会当通过周报内面迄个分享的讨论，来分享无共款你对这段经文、对这个信息所得到的学习。也咱伫10:15嘛有主日学的这个线上的课程，咱拢做伙招囡仔做伙来学习。下面牧师要招咱做一个祈祷咱通过这文字所描述的，咱做伙要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伫这个疫情还未完全消散的时阵，阮恳求你施恩保守，互阮有缘会当持续到这个信心甲倚靠。主，阮搁一遍为着医护警消人员的信心灵来祈祷，为着中央的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因会当真顺序来做好的决策来祈祷。阮也为着现在普遍已经到中年这个阶段的新冠疫苗的这个注射来顺序来祈祷。阮也为着这个三级境界中间个人的身心灵的平安，以及阮生活有好的管理，阮无过头的郁闷，有一个好的生活的调整来恳求上帝。主，阮继续为着疫情来隔离，是住院，甚至有死失的同胞甲家属来祈祷。也有的主有放射，有引起真无好的反应，也求你亲自保守伊，求圣神来扶持甲安慰。主，阮也为着教会中兄弟姊妹彼此有美好的联系，有美好的鼓励，有美好的关怀来祈祷。求主无论通过社牧区团契，也是兄弟姊妹关怀组，阮因为有好的结连，阮虽然袂当见面，总是彼此关系更加亲密。阮也为着将士事业胜利、生产的目益，这个事业的兄弟，做饮食的兄弟，因业务掩盖受到真大影响。求主赐落你的智慧甲开力，保守你的恩典施落伫因的身上。主，阮的期待疫情会当紧紧降级，会当恢复阮一个实体的聚会，通伫教会3见面3鼓励。我也求你来保守，伫阮教会中间有病痛的兄弟，有的伫病院接受治疗，有开刀，有的伫厝内底静养，也有家庭失去因的亲人，心内有哀伤。阮兄弟姊妹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真多的业务工课袂当顺序来实施的。阮遮的细囝，因伫热天本来是真活泼活跳的时刻，总是因袂当
有充分的户外活动，阮的长辈也袂当随时伫外面伫遐来运动、来休闲。上帝，阮求你保守因，逐人拢有平安，拢有上帝所赏赐的喜乐，也帮助阮台湾的经济无受到大影响，会当紧紧来得到恢复。搁一面奉你的名来祝福阮兄弟姊妹，逐个人会当伫疫情顺序来消散，逐个人搁恢复活力，恢复突破逆境的能力，互愿力让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发生。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伫结束以前，牧师做几项咱事工的报告吼，咱就要来做结束。兄弟姊妹，咱知影三级的境界，到后礼拜吼，咱至少到后礼拜日有完要线顶的聚会，但是介先有一点仔迄个印象吼，讲近日的疫情有较缓和啊啦吼，咱祈祷求上帝来保守疫情会当降级，咱至少有同工有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伫即个聚会服侍，互咱的聚会会当更较活泼安尼，当然真期待紧紧会当全部恢复得到吼。第二是咱第一场礼拜后10点15有线接的线顶的主日学，请咱引带细囝安静吼，差不多20-30分伫遐，互因有参加唱歌听故事吼。第二呢，咱这多元的奉献也请继续兄弟姊妹做伙关心，咱迄多元的管道，特别是教会的长部的号码，请咱大家斗注意吼。咱有关讲迄个入校的经过吼，拢有兄弟敲电话来咧报告讲我都奉献一摆奉献偌济迄个买号是几号，安尼拢会当登记，会当注明讲是甚物人奉献的吼。这也请咱大家斗帮忙。关怀事工有缘请继续联络吼，咱希望讲紧紧会当恢复咱正常的聚会。顶礼拜有拜托咱兄弟讲做伙来登录就对啦吼。登录甚物呢？就是讲咱伫 FB 群组内底登录讲，我今仔日伫线顶，我著开即只电脑也是手机，但是阮兜有3个、有2个、有5个参加礼拜，互咱做一个实际统计，讲咱因为袂当实体礼拜，但是咱参加伫线顶有聚会的人数是偌济，互咱做一个统计，通做以后的参考吼。请咱小组的组长、团契首长嘛来协助统计人数。其他啦无参加团契甲小组，你嘛当主动吼来甲教会联络讲阮都昨昏有参加即个线顶礼拜啦吼，拢总有几个安尼，咱嘛会当做一个记录安尼吼。另外，咱新安宫的手册已经有寄来请咱大家来留经过吼，经过教会来索取安尼。最后一项是咱教会罗正音姊妹的个别设伫昨昏，虽然有受疫情的限制袂当公开较侪人，但是咱昨昏的个别设真顺序来举行。加上呢有特别讲拜托牧师。伫遮代表因即个家庭，甲大家说多谢。伫真灵姐妹呢，伊即1-2冬的病痛的过程中间，有咱的小组，有咱的牧区，嘛有咱真侪兄弟姊妹来鼓励、来关心、来带导。在即边的丧礼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兄弟来帮忙吼，互因真顺遂。虽然心内有忧伤，毋甘流目屎，总是得到大家的帮助，互因真大的鼓励。咱家属要甲大家说多谢，请咱继续来带导，求上帝来保守赐落即个安慰、信心、甲开力。愿主祝福咱，希望咱即个疫情紧紧会当消散，互咱会当安尼恢复大家见面，大家三甲自入。咱甲时间交互咱谢牧师来做奉献的祈祷甲结束。请咱起立。做来吟奉献的诗，同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
一生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真济，咱做伙来读这个月的金句，记载伫雅各书的第5章16节。咱做伙请。所以，恁着互相认罪，三体祈祷，通互恁得到医好。二人的祈祷有大功效。雅各书5章16节。最后，咱做伙来吟上吟圣诗398首，吟诗煞请合牧师祝祷。愿咱天主耶稣基督延绵恩典主庇，以被上帝受事大好，听咱亲像家人，听咱亲像家人。诚心关联，甲咱感动，遐起当人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一时到万世代，一时到万世代。咱做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引带，甲咱正大家兄弟姊妹三个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即位大家请坐默祷来感恩避会，会当煞接咱无论是RPG，也是小组，也是家庭的这段，感谢主。